北市有一只比特犬，这个月跳出去车窗两界，甲人夹着伤。目前这只狗仔拜日已经被带回去安置，虽然伊的情绪也无稳定，不过已经有开始伫咧食物件咯。台北市动保处也讲会开放互人来认养，协助狗仔找新主人。那根据这农业部的统计，目前全台湾有登记的比特犬是3974只。 这只比特犬是迄只伫3月7日甲17跳出车窗，甲人夹伤的乐器。目前伊已经红木收送去台北市动保处安置。台北市动保处也宣布，甲主人裁罚20万。动保处表示，这只比特犬互人安置到单，情绪虽然也真紧张，不过拜三已经有顺利食物件。目前观察起来，伊甲一般的比特犬有淡薄无同。 这只比特跟一般的比特比较不太一样，是它从小都是跟在饲主旁边，它比较适合家庭。 而且他现在在我们这边表现出来的状况也是很紧张，所以我们会优先评估，如果有合适的地点，其实它比在我们动保处这边好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跟饲主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。 台北市动保处也讲，续落来会去拜访台北市目前伫名册内底的比特犬，访视勇士的状况。因若根据农业部的统计，目前全台有登记比特犬总共3974只。 前3个县市分别是高雄市502只、屏东县494只、台南市386只。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，亲像这款有攻击性的宠物，带出门拢爱有防护的措施，若不会罚3万到15万块的罚款。这一类的凶恶性犬只，等于说我们的饲主要带它到公共场所的话，第一个必须要有成年人陪伴。 第二个，它必须要使用牵绳或者是链子，而且这个牵绳或者是链子，它的长度不可以长于1.5公尺。第三个就是说，这一个比特犬，它必须要戴能够透气的一个口罩。 农业部动保署也表示，照规定，比特犬的主人需要伫2023年2月28之前完成登记备查，而且需要节育。这个家伤人的比特犬是有登记备查的。未来请地方政府加强管理比特犬，做好勇士教育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